哦，这台东的小月亮，台东的小月亮，对，我们可以红化成这个样子。海水还有风，这样造成这个样子。啊，这珊瑚礁啊，湾沟的，还有清水成洞穴的。啊，你看还一层一层的。这个。珊瑚礁的吗？哦，这珊瑚礁的。真的很漂亮哈！南无宝济院，南无宝圣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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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宝济院，南无宝圣院。南无宝济院，南无宝圣院，南无宝济院，南无宝圣院，南无宝济院，南无宝圣院。南无宝济院，南无宝圣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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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宝济院，南无宝济院，南无宝圣院。南无宝济院，南无宝圣院，南无宝济院，南无宝圣院，南无宝济院，南无宝圣院。哦，这个还切成这个样子，叫豆腐圆了。叫豆腐啊，切成一块一块的。豆腐啊，切成一块一块的。这个叫豆腐圆了。这个切成一块一块的了。豆腐圆就是这个，切成一块一块的了。好，豆腐园啊，刚刚拍的是豆腐园啊，哎，豆腐园，还有红楼园哦，像信状园。野柳那边的信状园很有名，像那个女王峰的女王头珊瑚礁园，还有豆腐园、安面山，高位珊瑚礁上的海岸绿，高位珊瑚礁上的海岸绿，珊瑚礁，高位珊瑚礁上的海岸绿呢。啊，骗人了！沿着水会风化成这个样子。哦，这个就是珊瑚礁。哦，这个就是珊瑚礁。哦，珊瑚礁。啊，真神奇！珊瑚礁呢，有那么多珊瑚啊！
你看那个植物可以长成这个样子，榕树可以长成这个样子，啊。小野柳啊，叫做小野柳。这就叫做小野柳，哈哈。嘿嘿。小野柳，哈哈。哦哦哦。哦。